怎么了？家里遭小偷了吗？啊，彤彤姐姐，哪里有小偷啊？我跟小蜜刚刚就一直待在客厅里玩呢。所以好多纸屑。哎呦，客厅这么乱，都是你们这样子玩啊！不行，弄高高好乱哦。我们要来整理一下。这样子好了，我知道。亮亮，你来收起奶，然后小蜜你去出虫门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彤彤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说收起奶就是扫地，出虫门擦窗户。那我想我来负责撸起奶拖地好了。可是我想擦窗户小蜜，我跟你换工作好不好？不要，我想要擦窗户啦！给我擦了，不要！交换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吵架啦，赶快把工作做完，因为我有带小点心回来，整理干净之后就有下午茶时间喽！耶！快收了！收踢奶，扫地，收踢奶，扫地。亮亮会帮妈妈做家事吗？会啊，我会收听奶。出虫门，擦窗户，出虫门，擦窗户。那亮亮，你会出虫门吗？会，我会出虫门。撸踢奶，拖地，撸踢奶，拖地。亮亮会不会帮妈妈一起撸踢奶啊？会啊！哇，亮亮真的好乖好棒啊！收踢奶，撸踢奶，出虫门。小朋友有没有帮忙妈妈做家里的家事呢？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，张伟亮。